在台南市長黃偉哲以及立委們的陪同下，副總統蕭美琴來到台南，聆聽寶島歌王楊烈的演唱會，還向現場觀眾比出愛心手勢。台南場1800張票全都銷售一空，現場座無虛席。蕭美琴更堅持不收公關票，低調自費買票，連維安座位都是自己付。也提到和楊烈的過往交情，楊烈也曾經一度投入台灣的民主運動，他一直非常關心台灣的民主政治，所以除了他作為演藝人員的歌唱跟表演之外，他也曾經在北投，也是我過去曾經服務過的一個地方，來參選過。楊烈都能以細膩且有故事感的方式詮釋歌曲，每次演出都展現極高水準。不過在彩排時，一直想着這一位唱歌唱到一半，竟然我最熟悉的那個如果能夠都唱錯，你知道我在想什麼？我在想要來吃阿蓮的牛肉湯。真的，因為它這個不是只有味道。然後我剛剛來看到這個變臉的演出哇，更是嚇一跳。表演結束後，怎能錯過台南美食？特別安排到阿蓮牛肉湯，不只是想品嘗牛肉湯，也順便看變臉表演。台南知名排隊美食阿蓮牛肉湯從新化搬到市區，業者主打當日直送的溫體牛肉，成為不少在地人與觀光客的首選。加上每週日5晚各一場的變臉表演，希望能帶來不同的用餐體驗。記者收海灘的報道。